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余影之，我係香港女子成年排球代表隊嘅隊長，同時我都係甲一女排葵青嘅成員啦。咁我都有份全職工作嘅，咁我就喺一間小學入邊做緊體育老師。我就7點半要返到學校啦。咁我啲晨操嘅負責嘅校隊就7點半開始訓練，晨操完之後就會開始一日嘅教書嘅時間表，喺完成晏晝嘅當值啊或者課堂之後，再帶埋校隊，咁就去到5點至5點3左右。平時我負責嘅校隊咧，禮拜六會訓練嘅，其中一個我負責嘅係啦啦隊，咁啦啦隊嗰個比賽就喺星期日全日。每個禮拜練波嘅時間都超過20幾個鐘。香港隊一個禮拜練4日啦，球會嘅訓練啦，同埋我自己都會安排時間去做體能。最近 weekend 有比賽，咁所以再多少少時間咯。排球上面最大嘅成就可能係2022年嗰陣時打挑戰杯嗰一個比賽，我哋就攞冠軍啦，企上頒獎台度攞獎，咁嗰個獎牌放咗喺當眼嘅位置喺我屋企。跟住另外係最近多咗好多有心人去支持護濕品牌啦，咁嘅老闆咧，佢俾啲產品嘅贊助啊，咁佢有一個年歷咁樣嘅，咁佢就揀咗我做即係香港嘅一個代表，呢啲都令到好多人認識我咯，神奇嘅一件事嚟嘅。教學方面嘅成就，我自己都幾中意打波，咁我中意打波，我又中意教波。我有教幾間學校嘅，除咗我自己嘅學校嘅排球隊啦，我應該都令到佢哋幾中意打排球啦，同埋佢哋會有技術上面嘅增長咯。咁呢個係我教波嘅目標嚟嘅，就係我想我嘅學生咧，第一就係中意打波啦，第二就係佢哋可能每一次練習佢都感覺到自己係進步緊嘅。咁而家有啲助教咧，其實係我哋第一、第二代嘅學生嚟嘅，即係我教嘅學生同我一齊教波，咁我都係覺得係一個好勁嘅成就嚟嘅。時間上就一定係冇晒瞓覺嘅時間啦，都真係好攰啦，係啊，因為有陣時練習可能練到11點，然後返到屋企，即係你都要計埋個交通時間㗎嘛，所以返到去可能真正叫做 settle down 沖埋涼，已經係12點幾1點，跟住第二日你要6點幾起身上班，其實係都相當困難，勉強堅持到啦，不過都會有好疲倦嘅時候咯，呢個係最大嘅挑戰啦，我覺得。咁體力上就當然都會有啲影響咯。假如嗰一排學校係忙嘅話咧，真係唔可以喺收工個時間就走嘅，咁變咗好多時候夜晚練習個效果又唔好，但係另一方面又記掛住你做嘅嘢又未做好，呢個都係一個幾難平衡。其實係我會話係冇乜平衡可言嘅，即係有陣時你係要犧牲一邊咯。另外就係金錢上啊，我嘅收入某程度上係嚟補貼我打波嘅方面，係即係可能物理治療嗰個費用啦、自己嘅保險啦、自己嘅錢啦。跟住另外就係好多時候你遲咗收工，你趕去練習嘅嗰啲交通費都全部係要搭的士搞掂嘅。呢度都係一筆相當大嘅支出。梗係有啦，係啊！我啲同事都唔係好了解我係每一晚都要訓練嘅。由我第一年入職嘅時候，去到我喺呢間學校做咗6年啦。即使佢係第1年已經同我一齊共事都好啊，佢係唔清楚哦。原來你夜晚係要練習，哦，原來你晚晚都要練習咁樣，即係哦，原來你近比賽期嘅時候係咁㗎咁樣。因為我一請假去比賽咧，有一段長嘅時間唔喺學校啦，咁佢哋都總有啲聲音嘅，特別係一啲可能係要合作嘅同事啦，我會話係。我哋成績上面唔係好亮麗嘅，嗰啲傳媒佢都唔會花好大嘅篇幅去報導我哋嘅生活，唔係好多宣傳，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難處啦。另外，政府對我哋雙軌運動員嘅支持係完全唔足夠嘅，我覺得。即係一嚟係我哋本身係有正職在身，咁當我哋可能安排好自己個時間表去訓練嘅時候咧，咁其實我哋再去攞假去比賽，呢一個係一個極大嘅困難。特別係我而家某啲隊友咧，佢係可能係公務員嚟嘅，佢可能真係個別去要選擇性放棄某啲比賽，然後佢先去參加到一啲比較重要嘅賽事。但係對運動員嚟講，參加比賽就係一個最基本嘅要求嚟㗎嘛。跟住第二樣就係物理治療嗰方面啦，我會話其實對我哋運動員嚟講係好需要㗎嘛。咁但係可能我哋而家每次嘅訓練其實都係冇一個 physio 去跟嘅。咁比賽咧，最近係可能爭取到一啲資源可以由物理治療去跟啦，但係未必有啦，可以咁講啦。咁所以比較慘咯。
覺得即係政府可以多啲有薪假期咧，咁令到我哋可以多啲出外參加比賽嘅機會咧。另一方面，我覺得係設施嘅，始終場地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咯。即係而家每個禮拜嘅練習，我哋都係要即係巡晒成個港九新界咁樣去訓練咧，真係花咗都好多時間咯。係啊，就好似今年聯賽咁樣，其實我哋已經用咗荃灣體育館做一個基地，成年隊嘅訓練基地其實係咪可以喺一個固定嘅場地入邊進行咧？係一個可以思考同埋政府可以發展嘅空間咯。